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好啦，10万就10万啦，我答应，怎你决定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影你要讲啥物话啦，咱们就是困难，而且你看，这间店甲较时间看起来，人是用心计较来经营的，莫看人计较赚无仔钱啊。廖太太，我看你个人也真合杀你啦，我有话一口讲啦，我甲阮太太吼，将来毋捌做这款面摊的生意啦，要毋过阮太太吼，煮迄个牛肉面是偌尔好食咧呢，毋是啊，敢若讲我甲阮囝爱食，连我厝了人客来啦，食着阮太太做的牛肉面，是学落较搭志的啦。曾先生、曾太太，看恁两个的清差，是做大生意、赚大钱的人，啊是安怎要来做这小生意，啊赚这毋正钱咧？这过去的代志啊，人咧讲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既然敢若是倒落去。家己较认稳的，搁对头拍起嘛，吴太太，我讲来对啊。当当时，阮阿姊啊，会当安尼想，就袂讲过身到遐尼早。曾阿伯啊，恁的年纪吼，甲阮阿母差不多，我看规日我就见阿伯甲阿母好啊，你嘛免客气叫阿春来用的啊。啊，安尼上介好啊，大家若有缘吼，就免惊新闻咧。对啊，阿伯啊。啊，这间面搭拍落来了后，你有想好想要卖啥物物件无？哦，应该是以阮太太煮的牛肉面为主。啊，煞落吼，我想要来聘请阿春小姐，你来做这间店的顾问，来指导阮安怎来做生意。你想安怎？阿伯，你讲要聘请我做这间店的顾问哦？是啊，我相信凭你阿春啊，这样牛，这样巧，一定有法度。安怎？你这人讲话实在想较好耍的咧！我长到这大汉哦，这是头一遍听讲卖面爱请顾问啊！啊，你家听看卖啊，我说无？对啦，对啦，这你是咧上人好笑的。虽然讲卖牛肉面，上无像讲开工厂遐尼复杂，遐尼歹做，要么赶快是做生意啊，应该对头拍去就好啊。而且吼，我打算讲这间店若做较大了后。我另外去找一个地点，要来开一间分店。总讲一句是，我要用这连销的企业的经营方式来卖牛肉面。好，阿伯，我支持你。哦。要唔讲吼，我袂当甲你斗相共。啊。我这个人吼，佮粗鲁，大脑空啦，当来破坏你的代志尔。无啦，你啊。阿伯，你听我讲煞。虽然讲我袂用，要唔过我会当甲小小妹甲你熟悉啊。啊，你小妹敢会晓这款生意？当然啦，阮小妹经验哦比我较侪，伊这个人吼小心嘛，佮体贴，迄交代
新店的生意会愈来愈好，就是因为伊的关系啊。安尼啊，哈哈哈。我那你真好啊！阿春啊，无看当时，你再介绍你小妹甲我熟悉一下，好无？我看规日明仔载下暝，你来阮厝签名时阵好无？阿土，这是创啥？你哪有这样多钱？哦，这个钱哦，我家丽玲借的啦。你免紧张啦，天抓嫂，美惠啊，你先听我话讲完吼，再考虑吼，看要收啊唔收，安尼好无？阿土啊，有啥物话啊，你着紧讲啊，若无，阮嫂也是骂人哦。嫂啊，虽然两个才见两改面尔吼，啊，毋过吼，我甲天助兄吼，两个会使讲死拢行半条的好兄弟呢。我想着我以早咧落魄的时阵吼，常常去伊单下咧食免钱的啦，人伊将来慢慢咧甲我计较啊，即摆佫受伤啊吼，我这做小弟的若无表示吼，敢会使是无？阿土，你的好意哦，我真感谢啦。要毋过，你应该嘛了解，我较天助绝对袂当收迄个查某的钱啊。若无吼，阮着太对不起美惠啊。这我知影你的意思啦。啊，即摆吼，明辉带丽玲，啊，恁感觉对不起着美惠，才毋摕这个钱对无？啊，恁免想遐济啦，等下钱是我阿土去借的，到时阵我负责还丽玲就好啊。甲恁若拢无啥物关系啊，做恁体用啦。歹势啦，我是袂当摕你的钱，你紧摕转还因啦。为虾米？我毋是听美惠咧讲，讲你为着要传天助开刀的这个费用，将面单卖掉。啊，为着这件代志吼，天助早起还搁咧受气的呢。美惠，你哪无我讲啊？天助啊，迄个时阵确实是做生气的，但是伊听我解释了后，就无搁再讲啥。伊是心肝头艰苦，惊恁烦恼。啊，拄我去病院看的时阵吼，伊还搁家己坐伫遐咧偷偷流目屎啦。伊讲吼，迄个面单吼，比伊的性命搁较重要啦。恁即摆也卖掉吼，等下后讲吼，伊较好的时阵，若无找我做生意趁钱哦，伊讲活的哪有啥物意思啦？伊哪会当安尼讲啊？迄卖面单嘛是不点伊的代志啊。即马家担心家己的脚摇好，以后伊若是要做啥物生意，毋管交偌济苦，我拢会陪到伊的身躯边啊。真心真意支持啊！嫂啊，你莫讲好啦，天助啊，就已经拢了解啊。伊只是一时想袂开，我相信规两工就无代志啊。好，阿土啊，真多谢你的好意啦。啊，毋过面单啊、锁啊，就已经拍互人啊，即马无需要用到遐尼济钱啊。只要你若有闲哦，加去病院看天助啊，陪伊开讲，我甲阿嫂就已经足欢喜啊。哦。妈，这个无款。好啊，是你哦。啊，那不爱入来厝坐坐。来。妈，免啦，我拄仔才对厝的厝啊尔。啊，对啦，我阁有淡薄仔代志，我先失礼啊，吼。好，小等下啦。丽玲甲明辉，因翁仔某感情敢好？先总，请你甲地主讲，我的应当爱安怎做才对啊？我有两个查某囝，美惠甲丽玲，即马拢已经有身啊。而且囡仔的老爸是讲一个查甫人，互我装灵灰。我的查某囝拢是作怪作疼嘴的查某囡仔，为什么？因要这残忍来对待因呢？尤其是美惠，自细汉跟在我身躯边，食足多苦，受足多罪。你嘛亲目睭看到，伊比别个查某囡仔较疼嘴、较友好。伊确实是一个作怪、作友好的查某囡仔。就算美惠一时糊涂，
甲明慧发生爱爱关系，啊毋过你嘛毋通互明慧，搁带伊的亲小妹做某。我的翁婿伫过身之前，一再要求我，一定爱将这事实来甲丽玲讲，会当互因姊妹啊相亲相爱。即马代志变成甲安尼，你叫我以后要安怎去周转子啊？见我的翁婿呢？我的身体照安尼看起来，搁活无偌久啊，随时都有可能来离开这个世间。啊，毋过，若像我无清脆将这个秘密讲出来，丽玲伊是无可能会相信美惠讲的话。到迄阵啊，因姊妹仔的误会会搁较深。伊丽玲的个性，无即刻伊会处处来打击美惠。到迄阵啊，阮美惠毋是搁较可怜啥？拜托的啦，你等下想一下办法斗相共啦。我才无要插，你家己好心哦，要甲办法斗相共，若要领你的钱，我哪想办法？啊，你一定办法的啦。等你校的时阵哦，你功课上好啊。啊，若校吼办啥物活动出去佚佗，所有的哦你想出来 idea 对无？啊，你无你哪有一下手就做咱这个天富集团的总裁啊，对无？哎呦，你哪说鬼啦？啊，明辉还袂转来，你啊你哪遐妖怪啊你？你放心嘛，会无遮早转来啦。你哪会知？你找着伊啊？啊，要找伊也毋较简单。啊，当阮两个吼自细汉吼，就穿开较看大汉的啊，伊巴肚偌济面孔哦，我就上清楚的啊。伊是毋是跟阿伯同场？厉害，确实厉害，不愧是咱建筑的高材生啦，互你一摇就摇着。啊，明辉吼下晡敲电话啦，讲工厂吼入一批新的机器啦，爱要家己先试哦，试完才要转来啦。哦，我知，是毋是明辉有敲电话互你？啊，无你来一摇就摇会着。这个臭小囝有够无意思的啦！好，叫我就爱搁甲你讲呢。原来哦是一个家母大王啦。早就已经敲电话进来甲你请假。啊是讲会煞袂啦？我以为这么济。丽玲啊，只要你教我两招吼，互因会当吼接受我下甲斗相共吼，我保证马上在你的面头前消失。吼。阿土啊，你若巴肚枵哦，摕猪来食啦。啊无哦，你继续我这里当算。免啦，我答应美惠啊吼，后尾去陪田总开讲啦。哎呦，你是毋甲替我想到好办法啦，对无？我就知啦，有你哦，甲明辉哦做我的军师哦，我阿土哦，这世人食穿哦，拢免烦恼啊。对哦，拢免烦恼哦。你毋惊你啊头壳囥伤久无用哦，会像恁爸是遐个好朋友共款。当然后要紧，等我规家伙啊食穿吼，哪有靠遐个？啊对无？我自细汉就甲伊遐个斗阵大汉的，迄算起来我好朋友、好兄弟啊咧。对啊，嫂啊，啊我甲明辉啊感情遐尼好吼，伊是毋是有哪会甲阮遐个猪拢甲阮是有哪好朋友啊？哇，你是咧讲啥啦？你会是你我是啥？啊你著猪某啦。大啊！歹势。妈，你过来一下啦！小宝困去啊？困啦！咱了要来去病院啦。你若是爱困哦，就较早困的。
我有早锁匙，你就毋免等我。唉，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逐昏就遐尔啊晚转来，啊你若无行到厝，我是要安怎困会去个？妈，你放心啦，我会注意我家己的安全。搁再讲，我即马有伊陪我，无人敢对我安怎啦。要去就紧去啦，天助一定等到巴肚枵啊啦。好，那咱来去啊吼。嘿，较有能来行吼。好。真正的啦，我爱是啦，我袂甲你骗啦。爱是啦。对啊，是啊，对啦，今暗开始吼，天助互我来顾，你两个拢倒去困，安尼暗时吼，天助我困起来较安心啦。安心？什么意思啊？李辉啊，你莫听你黑白讲啊！我伫你支喙哦，讲袂出半句好话啦。什么我黑白讲的，冤枉哦！那我阿土啊，绝对袂讲到半句白贼话啦。我若讲半句白贼话哦，我出这间病哦，随去就飞机咯。你讲迄什么笑话啊？你当作你超人哦，天天咧飞哦，好飞机落着，我看你行出这间病哦，跋落去洗下壳啦。阿土啊，你拄则是讲什么笑话啊？互天助遮尔欢喜。我要哪会知啦？咱因两个吼，唔知咧爽散啦，我拢还袂留厝啊，真功夫拢还袂等的呢。哎呦，两个笑到嘴安尼离西西，我要哪会知？嫂啊，你莫安尼一直笑，到底阿土也是无讲啥啦？我哪有讲啥啦？我是讲吼，甲大嫂讲暗时，互我一只照顾天助吼，安尼较安心啊。哎，就高笑，我唔知笑啥。讲实在啦，那我一只吼，天助暗时若要小解的时阵吼，我是查甫人啊，我较有气力啊，我一个手就甲拖错，两三个手无清气溜溜，搁有加软顺者。若恁查某囡仔对无？较无气力啊，一个无小心吼，规仔裤澹了了。对，我咧讲对无？就是安尼，恁大嫂啊，人细汉哦，阁无气力，不时啊，我要消透的时阵哦，拢袂赴甲我扶呢，我不时啊咧换裤。还阁有啦，若我困一觉吼，对阮大来讲吼是上好的爱困药啊，保证我困啊咕咕叫。嫂啊，你若困一觉吼，阮大个吼离时出困啊，暗时一定会失眠啊，尤其佫看到你困的姿势安尼美丽，佫大方吼，一定乌袂伤啦。人个俗语咧讲咧，讲伤着迄筋骨的人吼，上惊迄装的啊。所以讲，为着大嫂你的安全，阮大的健康，我甘愿牺牲我家己。你这种人正经代志唔捌半项，规头壳全地迄有诶无诶啦。啥讲的？人我今日来吼是特别要甲恁参详一件正经的代志呢。对啦，美惠啊，我自打拄啊吼，看你安尼吼，换这个物件入来，毋摕出来请人，有我讲到有嘴无烂，规个巴肚拢枵起来呢。阿土啊，你讲遮侪话一定足水大啦！来啦，这规碗拢摕伊食。无影啦，嫂啊，我咧讲算笑的啦。若讲要食，嘛要阮天助遐先食。莫搁假啊，搁假就无成啦。哦，美惠厝内鸡都足济，若要食紧食，带上啊。了，我都无客气哦。有够赞的啦！对啦，大嫂啊，迄若有鸡尾水吼，你就会去留我食咧。人个讲吼，食这乌白香，你绝对莫互阮天助遐食咧。你规工到暗，走去我面搭到收鸡尾水食，你是还食无够哟？阿土啊，你若爱食哦，明仔载我卤一卡来互你食。我是惊迄款物件伤垃圾，才毋敢煮互天助食。你放心啦，我保证吼，我咧劈鸡尾水的时阵吼，阮大个吼，家己拢坐咧边仔伫遐咧见甲流嘴烂水啦，你含一喙都免笑笑啦。阿土，咱就安尼决定哦。拄仔明仔载嘛，我约人来厝内底签约啦。下晡吼，我会叫美惠先来送一寡好食的物件过来，阮天助就拜托你哦。是你。
本来我计是我一世人永远无法度搁踏入这间厝内。我甲恁爸爸住在遮的日子虽然无偌长，啊不过这是我一生中上界难忘的日子。丽玲，多谢你，我真多谢你。阿姨，是的啦，本来我想要甲这间厝布置到阮阿爸在世的时阵拢共款，啊，毋过吼，有做一细项物件拢毋知等去倒位啊，你应该袂怪我吼。袂啦，丽玲，你有安尼孝心，我相信你爸爸在手关之下一定足欢喜才对。